搁1分钟，咱小等一下。你还无看伊理者？谢谢。30。嗯。伊理者平安。平安平安。老师，我在找伊。好，来，咱先来祈祷。好。天父，感谢你的恩典，小赐阮好天气。但是阮也恳求你来怜悯阮即块土地，阮需要雨水的润泽。阮也将所面对的武汉肺炎的疫情来交托伫你的手中。看见全世界一个所在，特别是印度的疫情是遮尔严重，也求主你特别来恩待看顾。也为着台湾最近发生的本土的案例来献上祈祷，也互遮的人每一个人拢会通真谨慎、真注意伫防疫的顶悬会当尽家己的本分。阮感谢你，搁一摆互阮自集伫你的面前。阮今仔日要来查考约翰二书、三书，也对即个中间搁一摆得到提醒。阮献上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免。好，二书只有13节啦吼，三书只有15节啦吼。即两本册基本上是写互会较特定的对象啦吼。二书较特别是写讲某一个夫人啦，甲伊的儿女吼。这有无共款的角度的解释啦吼。三书是写互一个国人吼，一个国人。即个加油到底是毋是使徒行传内底迄个加油嘛无介确定啦吼。因为加油基本上伫圣经出现的次数嘛无济吼。咱今仔日就来看讲伊到底咧讲的内容是啥物会较重要啦吼。好。咱开始来进行吼。好，第二书、三书大概伊的形式比较较像写批的形式啦吼。咱知影一书的时阵，敢讲伊无啥成啦，无啥物请安啦，无迄落吼。到底写互啥物人嘛无介清楚啦吼。伫这个所在有一个清楚的对象，但是无指名，这是二书吼。伫这个所在讲到即个写互太太夫人，来讲伊的儿女吼。当然结尾伊嘛有讲到即个请安的代志。二书、三书的结尾拢差不多类似吼，较类似。好，咱先来看二书的第1节到第3节啦吼。伊则讲我做长老的写配互受竞选的太太甲伊的儿女，我诚心所爱的吼。不但
我爱佮一切知影捌真理诶人所爱吼，爱恁为着真理诶缘故，伫真理内底吼，也要永远甲阮同在吼。这是头前即1节到3节咧讲着请安吼，第3节就是用着主诶祝福吼来甲因请安安尼。做长老诶，这当然是约翰咧讲伊本身啦吼。到底长老伫咧讲啥物货？长老本身即个字吼，会使讲是一个职务诶职称啦吼。咱知影伫初代教会诶体制内底，长老有分做2种，即马就是长老会诶体制内底，就是用即个做基础有教导诶长老，有行政诶长老，教导诶长老就是咱即马讲诶牧师啦吼。行政诶长老就是伫教会咧做管理者诶同工吼，这是一个是职称啦吼，一个职称。使徒因本身家己称做长老，嘛是真通常吼。我用彼得前书第5章第1节诶经文，咱来看彼得伊安怎讲。伊讲我即个做长老诶，做基督受苦诶见证，伊诶讲法甲约翰拢真共啦吼。所以使徒伊本身来自称做长老，即个是初代教会是算讲真普通会发生诶代志吼。另外第3个角度，真有可能是因为因诶年龄较大，像讲你若准去原住民诶部落吼，因会称遮诶较年长诶吼，咱讲耆老吼，因称因做长老吼。是讲你看，你若有去看着即个美国诶即个西部诶电影吼，内底看着印第安诶即个族群内底，因嘛是拢甲遮诶长者拢称因做长老吼。这是传统上伫一个传统民族内底，因对即个年长者有经验诶人诶一个尊称，也是讲听因诶话，听因诶建议吼，大概即种诶讲法啦吼。咱来看讲受批诶人啦吼，即个批诶对象，伊讲受竞选诶太太甲伊诶儿女啦吼。当然，咱会当第一个就讲到某一个人诶太太，也是讲指教会来讲啦吼。指教会来讲，为什么安尼讲？咱来用以弗所书第5章22节到33节诶经文，我直接用22到24来看吼。伊讲。恁这做家后诶，着顺服家己诶丈夫吼，这保罗话讲诶吼。若像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某诶头，亲像基督是教会诶头。伫遮咧用基督甲教会用翁甲某诶关系吼，所以受竞选诶太太真有可能是咧指教会吼，真有咧指教会。甲即个太太诶儿女是咧指啥？指伊内底诶信徒，吼，即个内底，咱知影吼，约翰写批诶所在是伫以弗所。保罗咧讲着丈夫甲太太诶关系，亲像基督甲教会诶关系，即个嘛是写互以弗所，吼，即个真清楚，两个对象拢是共款，吼，拢是共款，所以咱嘛会使。甲伊安尼来认定，讲伊就是咧提醒教会吼，受竞选诶教会甲因内底诶信徒吼，即个我用以弗所书第5章来做回应吼。当然，咱嘛知影讲，即有可能真特定诶某一个人诶太太甲伊诶儿女啦吼，即就变做讲较个人的诶一个批信啦吼。这是两个方向吼，两个方向。当然，儿女若照安尼来讲的时阵，会当讲是亲生诶儿女。你若讲这是特定的一个人，某一个受竞选的太太，甲伊诶儿女，这就是肉体诶儿女。另外一个角度，就是咱若准讲将这个受竞选的太太当作是教会的时阵，这个儿女会通当作是属灵的儿女。
是教会的信徒吼，这是无共款的角度咧看即个批信的受批者啦吼。你看讲，伊讲吼，阮真爱你吼，含一切知影真理的人吼，拢会真爱你啦吼。意思就是讲，伫真理内底会当实践真理的、实践诫命的正信徒、正圣徒，拢会真爱恁，因为恁有照耶稣基督的彼此相听的命令在行啦。所以意思讲，咱拢共款伫信仰顶悬有咧做实践工作的人，咱会听做伙。嘛因为安尼，所以因为足爱恁，因为恁有照安尼咧做吼。伫咧后壁来讲吼，所以这个爱的概念，就是讲伫基督的听内底，咱诚做一家人，所以听伊写批是互即个受竞选的太太甲儿女，也是咱会当用一个讲，咱常常咧用的讲，主内的兄弟姊妹吼，咱咧用安尼来称安的时阵，就是讲伫基督内底，咱拢彼此诚做兄弟姊妹啦，吼，伫基督内底，咱诚做一家人，即个概念伫即个所在。伫第二节咧内底咧讲的讲，伫即个有真理的同在，也是讲用真理来做实践的人，吼，是第一节嘛是安尼咧写吼，就是讲咱用真理甲听来互相称安，这是第一节甲第三节称安的重点啦吼。然后第四节甲第八节咧强调的就是讲，有守上帝诫命来行的人，这就是听啦吼。伊讲，我见你的儿女有照阮对爸所受的命令，遵行真理的，就真欢喜。太太啊，我即马劝你，咱大家着爱彼此相听。这并毋是我写一条新的命令互你，乃是我对起初所受的命令。你若照伊的命令行，这就是听。对起初所听见的，着安尼行，这就是命令吼。这是约翰伫这个所在所咧强调的，所以伊真强调迄个信仰的实践。咱知影伫约翰一书内底，伊一直咧强调即个物件。伊讲咱若有伫听，着伫上帝内底，因为上帝是听，所以会当遵行真理。这遵行的真理，伫遮咧所讲的，就是彼此相听。所以你的儿女吼，会当彼此相听。伊讲是现代中文译本咧讲哦。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行事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啊！所以你若照中文现代译本的讲法，这个儿女就是信徒啦，吼，信徒安尼吼。讲伫这个所在，伊若照这个主的命令来行来实践彼此相听的诫命哦，当然。约翰看到教会安尼来实践，伊嘛欢喜。当然，上帝嘛会更加欢喜吼，众人会欢喜吼。所以伫即个所在，搁较清楚来强调迄个彼此相听，咱讲新的诫命的重要性。伊讲这是基督的命令啦吼，而且是信徒忠实伫迄个信仰的一个表现。约翰一书第2章第7节、第8节。约翰嘛安尼讲啊，吼！约翰一书的第2章第7节、第8节，我读咱听吼，是讲，亲爱兄弟啊，我写互恁，毋是一个新的诫命，就是恁对起初所受的旧的命令。这个起初所受的旧的命令是啥？就是耶稣基督所赏赐的新的诫命。所以这个旧的命令就是恁所听见的道。这个道就是约翰福音所咧强调的 logos。就是爱，因为上帝听咱，咱着爱彼此相听。伊讲，这个毋是一个新的命令，这是旧的。旧的是倒偌久？伫旧约就有啊，申命记就有啊，吼，就叫咱爱彼此相听，吼。所以伫主是真的，你嘛是真的，吼。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已经咧照，吼。所以这个咧指的，就是迄个基督的新的诫命，吼。伫这个所在第6节，伊就真清楚啊。他们在教会里面证实了你的爱，你照着上帝的喜悦资助那些旅程伊就开始咧指着讲，这个人是照这个这是三书是咧，我
跳出来哈，伊讲我们要照着他的命令行事，这就是爱。你们从起初听见的那命令，就是你们凭着爱心行事哈。所以起初所听到，伊这咧讲到起初听到，就是咧讲到耶稣基督伊的教示甲伊的提醒。所以伊遮讲的听，毋是用我介意，也毋是也是无介意。我想要安尼，我介意即个人，我无介意迄个人，我安怎用迄个做标准？伊讲即个标准是啥？是上帝借着基督互咱的命令，吼，迄个命令，即个就是命令，嘿，就是听见的吼，嘿，所以伊伫遮强调就讲，命令意思就是讲，无做袂使的啦，吼，无做袂使吼。所以伫第7节到第8节、第10节、第11节，即个所在，伊咧讲着，你若超越过基督的教示，就是无上帝安尼啦，吼。伫遮伊真强调，伫第7节到11节，伊咧强调，伊咧反对迄个一切否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人啦，吼。这是第7节到第11节，伊伫遮所写的吼。耶稣道成肉身的真理，对基督教信仰是非常重要吼。拒绝这个真理的，就是拒绝一切甲上帝和好的愿望，吼。因为若道成肉身，照约翰福音的讲法，就是上帝伊本身来入来伫即个世界，将即个救恩赏赐互咱。所以拒绝的人，就是拒绝上帝。吼，伊的理论真清楚也真简单。所以会当接受道成肉身真理的人，就是接受上帝，因为上帝透过安尼道成肉身，将迄个救恩甲愿望赏赐互咱。第2点就是讲，伊伫遮咧强调是讲，有一寡人咧欺骗人，有一寡人用假的信息咧伫迄所在咧传，咱讲卖黑人的啦，是欺骗人的吼。中文现在有本翻译做欺骗人的吼，迄个和合本翻译做迷惑人的人啦吼。伊讲即种的人就是敌基督啦。伊咧讲的讲。假的信息是啥？就是否认耶稣会道成肉身的人。因这人，伊讲因妄称上帝的名，就是讲因假传上帝的话啦。伊迄所讲的否认道成肉身的耶稣，这是毋是上帝的旨意吼？伊伫遮所要强调的是即个角度。伊讲正的人就是基督啦吼。伊伫即个所在也咧劝勉遮的信徒吼。第8节伊讲吼，中文现代有本讲不要拆毁我们已经完成的工作，和合本讲毋通失去咱所做的工吼。迄个意思就是讲，恁本地做了真好，恁本地学了真好，恁本地相信耶稣道成肉身的即个救恩，但即个时阵毋通去互拍歹了去啦，吼，毋好叫人毁坏去吼。所以伊的意思是讲，有一寡人已经受到这假教师的教导的影响，失去上帝的祝福，因为因去接待这的人，而且帮赞这假教师，而且佫军队因的教导。为什么伫初代教会，基本上是使徒也好，也是这的老师、先知人也好，因拢是咱咧讲的旅行的传道啦吼。伊去逐所在拢爱有会友，也是遮的教会同工来接待。遮的人来接待因若去接待了毋对的人，遮的人就会去听到毋对的教示。所以约翰伫遮放一个真，会当讲是真严格的标准啦吼，就是讲你毋通去接待遮的人，你若去接待吼，你就会跟甲因同流合污啦吼，同流合污。咱若看倒转来看迄个约翰一书第2章19节到23节的所在，约翰嘛有安尼咧讲吼，伊讲因对咱中间出去，因已经无属伫咱啦。若是属伫咱，就还佫伫咱的中间，甲咱同在。
因出去就是显明伊已经无属伫咱啊，所以伊是讲因已经家己去离开即个救恩啊。伊讲恁对迄个性的受到恩膏，并且知即个事21节讲，我写批互你，毋是因为恁毋知影真理，乃是因为恁知影，而且佫知影无有虚假会当对真理出来。所以，什么人讲白贼话，毋是迄个无认耶稣做基督的吗？吼，无认爸甲囝的吗？这就是着基督的吼。既然无认囝的，就无有爸；认囝的，连爸也有啊吼。所以，伫约翰一书已经讲真清楚啊，所以伊用安尼角度来解，遮个信徒讲，恁毋通去接待因，因为你接待因就是甲因帮赞吼。假教师就是接待因、帮赞因，就是搬过基督的教导，做一个无遵守的人。哦，迄个放弃教会籍的，也是讲放弃真理的，也是去接待即个假教师的人，拢无法度得到救恩吼。约翰伫遮咧说咧强调是即个部分啦吼，所以爱亲像遐已经有得到救恩、有信心的人，因才会安尼忠实伫迄个基督的福音内底吼。就是讲伊着劝勉正的人，着爱搁来持守吼，持守伫即个所应该爱持守的诫命啊，彼此相听啦，耶稣道成肉身啦，吼，也是讲即个主的命令等等的吼，伫第9节伫即个所在，所以伊即只约翰二书即所写，甲约翰一书二章所写的共款。你若持守即个教示，就有爸甲囝吼，拢共款的讲法啦吼。所以第10节伊直接强调啊，讲毋通去接待因，毋通甲因请安吼，毋通甲因请安。这其实毋是约翰家己讲的呢，吼。耶稣差派使徒出去的时阵，伊就讲啥？讲若无接待恁的吼，就毋免甲请安，迄平安就归伫恁，搁而且安那爱要离开的时，就爱卡站站的吼，甲因无关系安尼吼。所以约翰伫遮咧所讲的，其实是照耶稣基督的教示，伫遮来提醒遮的人，因为恁若有机会去接待因，甲因请安，搁来帮赞因的时阵，颠倒会互因迄种错误的教示异端来影响着教会。拄则我已经讲啊，初代教会的使徒也是讲，这老师基本上拢是顺会。你看保罗就是顺会，对无？吼，约翰也是讲，这个彼得也好啦，是讲其他的教师，因是顺会，所以因需要人的接待。所以约翰伫遮来真严重来警告基督徒，遐会传讲假教导、假消息的人，基督徒无应该甲因有关系啦。吼，那讲较清楚就是讲，袂当甲接待，甚至袂当甲因请安啦吼。因为你若安尼做，就是甲因有份，就是甲歹有份吼。11节伊安尼讲啦吼，伊讲因为问候他的，就在他的恶事上有份了。问候他的吼，这个部分。那伫最后12节甲13节这个所在，就是伊的请安吼。伫遮真简单的讲，就是讲约翰咧表明伊感觉吼用笔甲纸写吼，伊感觉袂当表达较清楚啦吼。真望会当当面去到伫呢中间来甲因讲，来表达伊的欢喜，甲对因会当实践即个诫命甲命令，来表达伊的敬意也是好，也是讲来祝福，也是伊的欢喜安尼吼。所以是老尾伊大概安尼讲，咱三书嘛差不多安尼啦吼。好，咱继续来看三书吼，约翰三书所写的吼。当然头一段伊共款是用写批的形式的请安，这是一个前言。伊即个所在有4节，伊讲我做长老的写批，互亲爱的加油啦吼。咱注意甲看吼，约翰伫遮写亲爱吼，写伫即章内底吼，写几啊摆啦吼。伊亲爱的加油第1节写吼，
就是我诚心所爱。第20节佫讲啊，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旺吼，身体健康亲像你的灵魂兴旺共款。有兄弟来证明你心内存的真理，亲像你按真理来行，我就欢喜。我听见我的儿女照着真理来行，我的喜乐就无比这个较大。共款，甲字书咧表达的共款的话啦吼。到底家又是甚物人？其实你若准去看即个使徒行传内底吼，加油有出现几摆啦吼，但是是毋是真正同一个人吼？像使徒行传19章29节20章，还是罗马书，还是哥林多前书，伊拢有出现啦吼。咱无法度去考证讲即个甲即个保罗所咧提加油有共一个人无吼？保罗就是讲，咱知影即个加油伊伫即个信用顶悬做了真好，所以伫即个约翰互伊的批信中间，互伊有真悬的评价啦吼，互伊真悬的评价吼。拢总4摆，约翰伫即章内底提着4摆亲爱吼，这是真特别吼，就是意思是讲，伊对伊的表现，对伊的信仰的实践约翰互伊真悬的即个分数安尼啦吼。所以伊伫遮佫提第20节提着即个亲爱，但是即个所在无佫写加油吼，讲兄弟吼。较趣味的是吼，咱注意来看伊讲吼，伊望伊的身体健康吼，亲像伊的灵性。即个表达讲，约翰对伊的肯定，知影即个加油，伊是伫灵性顶悬有真好的见证。伊讲望你的肉体，你的兴旺，亲像你的灵性的兴旺共款。所以伊伫遮用安尼来譬喻来祝福吼。会当看到加油，伊伫信仰顶悬，真正是做了真好，是互上帝欢喜的，嘛是互人欢喜的吼。过来就是看到第3节，加油，伊是一个真忠心的人。伊讲有一寡兄弟来到伫我遮来见证，见证啥？见证讲你心内有真理。迄个真理，咱会记伫约翰1、2、3、4讲的真理，就是耶稣道成肉身的救恩吼。所以你心中有真理，过来你有照真理来行。另外一个角度的真理，就是讲你有实践迄个听的教示，迄个命令吼。伊讲我着真欢喜伊讲你毋是干那会照真理接受道成肉身的真理尔，你搁热心来接待吼，热心来接待第4来讲，伊遮搁提着讲我的儿女啦吼，真明显伫遮是咧讲着信仰的儿女吼，所以伫遮咧指加油，伊伫教会服侍，然后伫迄个所在所生团的灵性的儿女，遮的儿女有照着真理来行，亲像加油共款。伊讲我的喜乐无有比这较大的吼，伊共款参字书共款咧表达讲伊会欢喜啦吼。好第5节到第10节，伊咧表达讲，这个加油，伊所听到的加油所做的代志，讲亲爱的兄弟啊，凡你向做客旅的弟兄所行的，都是忠心的。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。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，这就好了。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外出外，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，所以我们应该要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哈。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，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斐，他不接待我们，所以我若去，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，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，还不以此为足，他自己不接待弟兄，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，
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。哈，这是伊伫这段内底啊，真罕伫看的，就是讲约翰伫遮特别讲到某一个人伊的歹行为吼，伫遮甲该由有一个做 compare 吼，伫这个所在，所以称赞这个该由伊忠心接待，是因为传讲真理啊。来接待这个传讲真理的使徒甲真教师，啊，因共款着诚做迄个真理的同工。甲头前咧讲的讲，莫甲即个无传真理的假教师、敌基督的人啊那，莫甲因接待，莫甲因请安，迄个意思是共款的。你若接待这个真的教师、使徒，你就是甲上帝同工吼，伊用安尼来讲吼。啊，伫遮当然加油伫教会也有好的见证，所以有真侪兄弟来到伫约翰的面头前来学了伊来做见证，啊，伊家己本身嘛诚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啦吼。啊，伫遮所在特别在讲，伊着为着真理来做工吼，所以讲，因为接待这样的人，好让我们为了真理成为同工啦。因为接待遮的使徒就诚做真理的同工，因为接待就表示迄个有实践迄个彼此相挺的精神。因为接待遮的传真理的人，就是接待上帝。好，咱亲像马太25章所讲的，讲你若做伫至微细的心上，你就做伫我的心上共款吼。好。伫第9节伊安尼讲指责迄个无愿意接待教会啊，甲即个国人啦吼。啊，咱会当看着讲，约翰伫遮咧称赞该由的即个批的中间，伊咧讲着伊家己的经验啦吼。伊讲着伊捌写批去互你遐的教会吼，你遐的教会啊，到底是毋是共教会吼？咱嘛无法度介清楚知影，但是咱知影伫即个亚细亚遮吼，加勒泰即个所在是有真侪教会伫遐。咱伫使徒行传内底，咱嘛无法度看着讲伊伫遐特别指倒一个教会内底吼，但是伫讲伫迄个伫科雷亚吼的教会，甲你差不多共区的吼，可能是安尼啦吼。讲有另外一个人吼，伊讲丢特斐吼，伊直接点名吼，伊讲伊是一个好为首的啦吼。咱知影有一寡人就足爱安尼占位吼。耶稣嘛捌讲过啊吼，恁毋通伫人的迄个宴席内底安那，家己去坐伫迄个大位啊吼。伊讲有的人就是爱去坐大位安尼吼，伊讲吼。伊若要搁去这教会，一定会去摕着即个人啦吼。即个人做啥物代志？约翰基本上对伫迄个做无好的人吼，是足严格的。咱会记咧四福音内底，唯一摕着犹大视察的人是啥物人？约翰，敢毋是安尼？吼，约翰就讲伊是一个贼，有无？吼，伊足会当，咱用现代话讲，伊足讨厌迄个吼无伫信仰内底实践的人啦吼。伊讲伊家己吼无要共接待遮个使徒，搁安那搁出歹话甲人论断吼，出歹话甲人论断，自以为是、自以为意安尼，就讲拢咱讲诶，伫尻川后也是当面讲别人诶歹话吼，论断人安尼差不多是即个意思啦吼。假信息来攻击约翰等人吼，而且第10节伊佫讲着讲，伊赶出要接待使徒、要接待即个教师诶人吼，伊家己无要接待，禁止人接待，过来甲要接待人安那赶出教会啦吼。即个是约翰伫即个所在，甲即个人来甲该由做一个比较，伊伫遮咧讲吼。11节到15节啦哈，伊讲亲爱的弟兄啊，不要效法恶，只要效法善。行善的属乎神，行恶的未曾见过上帝。
低米丢行善，有众人给他做见证，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，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。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。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，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，但盼望快快的见你，我们就当面谈。愿你平安，众位朋友都问你安，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哈。好，11节到15节基本上伊搁咧强调，就是亲像约翰二书所讲的，莫效法歹吼，莫甲歹同行，爱效法好诶。伊讲搁提到另外一个信徒吼，伊叫迪米丢，伊所行诶好代志，伊讲有人做见证，亲像见证加油共款吼。伊讲真理嘛做见证，阮嘛做见证。意思是讲，才会做好诶，有上帝来亲自做见证，亲自来甲伊拍分啦吼。所以伊咧讲到，一个下伫基督教信仰有咧实践诶人，是会当得到上帝诶欢喜吼。大概是咧讲即个部分。然后伊讲，你若行好诶人是属伫上帝，你若行歹诶人吼，是毋捌见过上帝。意思是讲，你行歹诶人，基本上你袂当称你做是上帝诶儿女，还是讲上帝诶子民啦吼。所以伊认为讲，遮人就是毋捌见过上帝啦。因若真正见过上帝，就袂去做歹代志，行歹安尼啦吼。共款甲二书共款，伊讲我真想要甲你讲真侪话，但是无想要用写的，想要当面来甲伊劝勉吼。然后15节就是这个所在，伊就甲伊请安来甲伊祝福。讲伊约翰也讲着伊身躯边侪侪个使徒来甲伊请安，毋望伊会代替伊甲教会的人请安，吼，照提名，会当讲是讲。教会遮的儿女，遮的信徒，毋望家又会当来代替伊来一个一个甲伊请安安尼吼。OK， 以上。这两章无长啦吼。